也可以下载那个投影片档案呢。你看，可以下载诶，可以下载投影片档案呢。哦，好棒哦，可以下载投影片档案呢。那下载的存在哪里？下载的不晓得存在哪里。按这里才对。有个 download 吗？下载存在哪里也看不到啊，看不出来是存在哪里了。存在内部记忆体的就用一下内部记忆体了。排列选，修改时间。按资料夹之后，找不到了。啊，真不容易啊！麻烦了。宕机哦，哈哈，没有宕机也不好操作。哦，真难操作。download 有没有？简报式教材美化与设计技巧。哦，下